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甲妈祖绕境回銮新纪录。大甲妈的銮轿昨暝还12点准时为中华永乐街天后宫来起驾，由彰化县长王惠美来扛轿行出到天后宫。现场有500个警力部署坐镇，沿路无放炮啊，嘛无放烟火，所以这个卡程加真紧。 比永年早3点钟就来进入到台中市，这是来破纪录，是有史以来上紧的一届。一过半夜12点，大甲妈銮轿就为中华永乐街天后宫起驾，在500警力介护下，无用过放炮烟火，一路快速的前进。 比永年早3点钟就入到台中市，彰化县长王惠美嘛来到扛轿。随着我们的这个庙方的一个这个要求哦，那做了很多跟以往不一样，比如说也没有什么放鞭炮啦，比如说也不像以前要求一定要扔轿卡。 在防疫的前提下，今年大甲妈一路拢真顺。因过伫10月下晡，銮轿经过彰化市大埔路，要入到资源市的时，向阳发生小岔气。 边仔机车行业者伫个无事先甲电人宫申请的情形下，向阳扛出这个白金纸医疗，准备要銮轿主驾，和现场警方甲阻止。私设的香案、私设的压轿金，我们当然强力的排除，希望他全程的用双手合拜就好。 35个员警将失窃地球金的机车行团围住，警方雇用放送的警告群众唔通违法。最后总算圆满的解决，明仔载大甲妈将会回銮大甲镇南宫。